維也納都變危也納。今日陽光仔嚟到上水維也納花園，主話屋企度露台門好似中咗邪咁，越推越重，所以委託我哋做露台門門屋更換、13隻窗嘅配件更換、7幅窗嘅防漏工程，同埋更換玻璃。露台門變大牛龜推唔喐，灰塵即喺毛毛條同埋門碌度結成硬膏，直接塞死咗個碌。陽光仔即刻進行更換門碌工程，換上 bling bling 順滑新碌，而家一隻手指都推得爽快啊！業主用機油抹窗鉸積晒黑油污，連手掣都明顯變形歪晒，打風隨時整隻窗被扯開。我哋一氣呵成幫全屋13隻窗更換配件，一律換上堅固耐用嘅304不鏽鋼窗鉸、順暢而上下開關手掣同埋7字手掣、穩固嘅扣片同埋抗老化一流嘅內外 TPV 防水隔音膠條。舊防水膠一早脆化，嚴重離層裂開大罅，雨水順住流入屋，搞到室內窗台發毛起泡，防漏冇得偷雞。我哋做足防漏工程，先鏟走所有硬化舊防水層，重新打上高質791專業內後密封膠，最後塗上防漏膜。冷氣機嘅磨砂玻璃直接裂開咗一條大對角線貫穿，隨時碎落街噶。陽光仔手起刀落，即時更換全新玻璃，仲特別加厚防水膠處理。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不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內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